中學嗰陣，我同大多數嘅同學一樣，喺學習上面冇咁勤奮，成績不上不下，亦都冇乜明確嘅目標。嗰陣時嘅我就好似喺迷霧入邊徘徊，唔知道未來嘅方向究竟喺邊度。直到有一日，我偶然喺 YouTube 見到 LE SSERAFIM 嘅 Impurities 歌曲 MV。瞬間就俾嗰個獨特嘅舞台視覺效果被吸引住，華麗嘅燈光、奇幻嘅場景、演員同埋舞台完美融合嘅表演，每一個細節都深深震撼住我。為咗呢個夢想，我選擇嚟到香港知專設計學院，開始咗藝術科技課程嘅學習。喺呢度，我彷彿推開咗一道新世界嘅大門，接觸到各種唔同類型嘅 3D 建模軟件、舞台設計軟件、動畫、剪片等等嘅技能，都一一學習到。起初要學習咁多唔同類型嘅軟件，再加上繁複嘅操作，都會令到我覺得好辛苦。但係我最終冇放棄到，一次一次咁嘗試去摸索。喺不斷嘅學習同埋實踐中，我發現自己離夢想亦都越嚟越近。我學識咗用軟件建構出腦海中嘅舞台場景，由最初簡單嘅佈局到依家能夠設計出複雜又充滿創意嘅舞台空間。每一次嘅進步都令我感到無比興奮。我知道正正係因為中學時期嘅不努力，令到我只能入讀 VTC。但係我唔後悔，因為正正係呢一段嘅經歷，令到我更加珍惜而家或者將來嘅學習機會，亦都令我明白到，只要有夢想，並且願意為之付出努力，無論起點喺邊度，都可以向住目標大步邁進。